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6月8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网上有報道说，路透社最新調查顯示，說經濟學家對中國房價預期有了小幅改善，預計2027年新建商品住宅均價企穩微漲 0.3%，2028年上漲 1.8%。短期新房銷售與投資前景偏弱，二手房持續分流需求，但4月一線城市新房和二手房價格環比連續2個月上漲，且二手房漲幅超過新房。與此同時，5月25，5個重點城市二手房新增掛牌量同比大降 41%， 北京、上海等城市存量掛牌量亦呈下降趨勢，20城二手房成交同比上漲 19.6%， 一線城市成交亮眼，業主惜售情緒抬升，集中拋售恐慌漸退。業內指出，掛牌量下降是市場預期轉好的關鍵信號，剛需與改善需求正穩步釋放，樓市有望逐步擺脫下跌的陰霾。路透社他調查了很多這個經濟學家，得出結論就是小幅改善，預期27年企穩，而且還得微漲 0.3%， 28年漲 1.8%， 這個是個人觀點，僅供參考。5月份說，全國25個重點城市二手房新增掛牌房源總量12萬套，對比去年同期降了 41% 左右，掛牌量少了 41%，是不是意味着這 41% 都賣掉了？到底什麼原因造成的？再說了，這個一年還有新增掛牌，就有好多人還把自己的房子再掛出去賣。為什麼掛牌量少了 41%？ 那有人認為，這第一個是恐慌盤集中出清，最着急賣房的那批業主或受困於資金壓力，或迫切急需置換，大多已在過去1-2年的市場調整中，通過低價急售的方式完成了交易，市場上純粹的拋壓正在減少。其次是市場預期的轉變，當價格經歷明顯回調，成交量穩步回升的時候，業主的心態會從擔心賣不掉轉向擔心賣便宜了，尤其在一些核心區域，價格已顯現出企穩跡象，這強化了業主的持有信心。再者是政策疏通置換鏈條，上海、廣州等城市推行的以舊換新政策，通過國企或機構收購存量二手房，有效打通了賣一買一的堵點，這讓改善型業主的置換計劃變得可行，無需再通過踩踏式的掛牌來解決問題。掛牌量下降不等於市場全面轉向火熱，分化依然是主旋律。核心區溢價空間明顯收窄，外圍片區還得靠價格說話。掛牌量下降，不管怎麼說，首先你要看作是叫供需關係發生了一點變化，掛牌的少了嗎？但是也不能簡單的認為房價就要暴漲了。中指研究院他公布的數據但是這個數據咱們以前介紹過了，這裡再介紹一遍也無妨啊。這個中指研究院他說，2026年5月份二手房市場保持較高的活躍度，熱度持續性強於往年同期，100城二手住宅均價為12692元每平方米，環比下跌 0.32%。100個城市二手房5月份均價是12692元每平米，跟4月份相比是下跌了 0.32%， 下跌了，跌幅較上月收窄 0.14個百分點，就是跌幅小了一點。同比下跌 7.99%，就同比下跌了 8%， 上月收窄 0.35個百分點，也就是100城的中國主要的城市都在裡面了，同比環比都是下跌。這是中指研究院的數據，我是建議喜歡說房子漲的趕緊舉報中指研究院，發布這些負面新聞。也有很多媒體是在宣傳樓市小陽春，樓市在漲。當然了，也有很多人他認為這個房價很難漲。這兩撥人的在網上在現實生活中也都真實存在。有人是看漲的，要不然掛牌量都不會降，他房子他都不賣了。那有人他認為這房價還穩不住，還要跌，所以他不急着買。
這2撥人都有真實存在。到什麼程度？大家有没有想到过，这2拨人他能见面？不仅见面，这2拨人2种态度人，就一种人他認為房價要漲，一種人認為房價要跌，這2種人還在一起交易。大家有沒有想象過這個場景？這個可不是小說，這也不是編杜撰的，這個是真實發生在西安的一個事情。所以我們今天又要講個故事。我看有網友還有一些看漲的，認為房子要暴漲的，科技新貴啊，這個就見不得我講故事，一講故事他就惱火。但是我不得不講個故事。從理論上來說，科技新貴他應該不在乎房子漲跌的，因為他有的是錢，未來無限可期，對吧？買一個大平層4000萬，跟玩一樣，他不會在乎房子漲跌。所以跑這兒來關注房子漲跌的，他自稱是科技新貴的，那恐怕是要到醫院看一下，300塊錢的專家號，掛號費不知掛不起，把腦子看一下。好了，我們再講這個故事。這個故事是一個叫西安樓市張彥波這麼一個博主，他寫的，真假難辨，所以叫故事，大家一聽一樂就完了。西安樓市張彥波他說，他的標題叫一探上海之行，讓西安房主反悔收回已售房產。說近期西安樓市發生了一樁頗具話題性的交易事件，在本地房產圈引發廣泛討論。位於曲江板塊的中鐵建國際什麼晨曦園一個樓盤，一套1樓住宅，經歷中介3年多的努力，也就是房子掛牌掛了3年，終於完成談判並簽訂購房合同，不容易，掛牌3年，終於在這個樓市小陽春成交了。本來是件好事，對不對？買賣雙方都挺開心。本以為這場漫長的交易就此落幕，業主的一場上海之行卻讓整件事迎來巨大反轉。也就是這個賣房的房東，這房子一賣掉之後很開心，估計是到上海去玩一把，外灘看一看，是吧？感受一下上海的繁華洋氣。結果啊，這不去還好，一去壞事了。自媒體博主說，他據了解，簽約完成後，業主前往上海出行，當下上海樓市復甦勢頭強勁，二手房成交量持續走高，房價穩步上揚，市場信心不斷修復。這個業主實地感受過一線樓市的火熱行情後，這位業主心態發生明顯轉變。跑到上海去之後，在上海一打聽，發現上海的二手房正火爆，小陽春，好找幾個中介一問，對吧？這位業主判斷，西安作為西部核心2線城市，房價大概率會緊隨1線城市進入上漲通道。這不專家都這麼說的，經濟專家、房產專家都這麼說，都是把1線的房子先漲，核心區先漲，1線的郊區再漲，1線漲完2線漲，2線漲完3線漲，這麼一個路數嘛。這個房產專家、經濟學家都這麼認為。所以西安的業主他也認為，既然上海暴漲了，小陽春，接下來西安作為西部中心，那肯定也得漲，未來會房價一路上揚。所以他就認為自己此前這個售價偏低，於是正式提出解約，不賣了，想要收回這套已經賣出的房子。你看這一趟上海之行，這叫夜長夢多，那哪容易，對吧？你想毀約，你不賣能行嗎？根據雙方簽署的購房合同，交易任意一方單方面違約，都需要承擔房屋總價的20%違約金。那你想想，這個20%，那得大幾十萬，甚至上百萬違約金。那麼按照常規情況，這場糾紛大概率會走向僵持，甚至訴訟，雙方誰也不讓步。你違約了，你得賠錢。但是這個業主肯定不想賠上百萬的，那就打官司唄。但是戲劇性的一幕再次上演，買方在得知賣方想要解約的想法後，也坦言自身顧慮，認為當下入手這套房產價格偏高，同樣希望解除交易。你看，看空的和看漲的2個人走到一起了，就這麼巧，所以糾紛順利圓滿解決，最終原本對立的買賣雙方達成共識，在無糾紛的情況下和平解除購房合同。你看看，你相比較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備忘錄，也整來整去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人家雙方一拍即合，他想毀不想賣，這哥們不想買，2人不想賣的認為我這房價還要漲，不想買的認為我買貴了還要跌，所以2個人你看誰也別難為誰了，都不容易，都是韭菜，一拍即合解約
這個小故事恰恰折射出当前全国樓市的整體現狀。有人認為它要漲，有人認為它要跌，那至少說明它的分化嘛。確實，有的地方恐怕房價是有所反彈，但是更多的地方是在下跌的。西安的業主賣房呢，他跑到上海去一看，上海感覺很火熱，他就認為西安也會一樣，如法炮製。那這個就不好說了，得打個問號。你上海的熱度到底能不能傳到西安去？是上海，人家是一線城市，是標杆，那西安照上海還是稍微差點。再说了，你上海这個小陽春能不能堅持到6月份，又是個問題。7月份會怎麼樣？但是我們只能說，看多的有看多的理由，看空的有看空的理由。你看人家不買，看多的不賣，看空的不買，這個非常好，用實際行動來支持自己的觀點。網上就有那麼一批人，他看多你就買唄，對不對？他不允許別人分析，說這房價漲不動，他受不了。你看多你買不就完了嗎？現在除了北京、上海個別地方，都早就不限購了。北京、上海只有個別地方限購，全國基本上不限购了。你在哪兒買都很自由，1套、2套、3套，而且各種各樣的政策花式扶持。你要覺得好，你就趕緊買，不是沒錢就悶頭賺錢，對不對？去送外賣，開網約車，趕緊攢錢。因為這個國家給你加槓桿，你攢10萬，10萬首付，你就可以買應該是70萬的房子嘛。實在不行，把父母掛到百合網，不是已經說過了嗎？這個現在彩禮的二婚婦女也可以要彩禮的，這個10萬8萬的，不行5萬，讓你買2套不就完了嗎？這何必跑到網上跟人抬槓呢？你自己看多，但是又不買，那是幾個意思？完了還不准別人說不利的話，你不就是想忽悠別人買唄？那你不是心壞了嗎？你自己你一邊說漲，又不願意去買，不允許別人去分析，你這是什麼心眼兒？缺心眼缺的厲害，又希望別人是你的嘴替，讓人說漲你開心，說別人說不漲，哎你就受不了，自己又沒那個本事，對不對？你有本事你開個賬號，你在那說漲，對不對？你天天說沒那個能力。我早就建議對房子的態度就是消費，買得起就買，買不起就租，這就是消費。不要指望着買房子賺錢，不要把自己辛苦賺的窩囊廢加個槓桿去買房，萬一你失業了你怎麼辦？咱們說的是實際情況，是吧？不是說你買了之後怎麼樣，這些都是叫什麼良藥苦口，是吧？例如病，我們只是希望你不要被別人一忽悠，是吧？說房價一漲，馬上開始七大姑八大姨借錢，真把父母掛到百合網，然后去加槓桿買房，明年開始哀嚎在這哭，沒必要。你要如果發現了這個房價在漲，你如果發現了這個規律，你趕緊去買，明年3年以後你一賣幾百萬賺到手，何樂而不為呢？這叫悶聲發大財，不要到處叫喚。那今天晚上還有一個熱搜，一個話題，那這個話題跟買房也有關係，咱們要聊一聊。什麼話題？叫清華畢業買不起房，讀書到底還有什麼用？這個話題我在網上好多人討論。清華畢業的買不起房，那讀書還有什麼用呢？所以我們今天這個話題實際上它應該拆開來聊，對不對？清華畢業買不起房，讀書到底還有什麼用？這兩個之間沒有什麼必然關係，是不是？或者叫它沒有什麼強關聯嘛？它兩個人不是一碼事，把兩個事情挪到一起聊，這個有點感覺有點這個叫什麼？要把它強綁在一起。首先，清華畢業買不起房，這玩意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。你清華畢業是你畢業了幾年？如果你剛畢業買不起房，那太正常了。全世界哪兒都一樣，你剛畢業就要買得起房，你也得这一定過了，是吧？你畢業了20年買不起房，這也有問題。所以我們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。畢業多長時間了？這第二個，買不起房，你買不起哪兒的房？你說我清華畢業，我要買上海30萬一平的房子，2個億一套的，那這個好像也有點強人所難，是不是？你買不起太正常了。深圳40萬一平的房子，杭州還有20萬一平的房子，你說清華畢業買不起，那不太正常了嗎？所以我們要情況具體分析。你清華畢業了幾年，你買不起哪兒的房子？你清華畢業再差，鶴崗的房子是能買得起的，它一共才3萬一套，你送外賣，你回鶴崗買一套沒毛病。所以說我們就第一個話題是清華畢業買不起房，我們只能說是吧？你的工作地在什麼地方？在你的工作地周邊通勤1小時之內，在這個距離裡面你買不起房，我認為這是有問題的。
當然了，這個我們假設你工作10年，你說工作1年就買房有點過分。工作10年，在你的工作地點，比如你在上海，好，在你的上海你的单位周邊通勤1小時之內的这個裡面，你工作10年，如果你還買不起這一套房，這一套房多大？實際上那我們也只能說你一個人大概60-70平米。如果你是夫妻倆，那你就得算夫妻2個人。如果你是一個人，那就是60-70平，你不能說40平是吧？太小了。我們現在人均是45平，那就是按60-70平算，一室一廳加個卫生間加廚房，一室一廳的，我是這麼認為的。那就是在你工作地點周邊通勤1小時之內，工作10年，如果你買不起一個60平的房子，那麼是這個社會出問題了。我們應該是你工作10年，你都不能買一套房，這個多多少少是吧？說明這個要麼就是房價太高，要不你的收入太低。以北京為例，我对北京了解比較多一點。你是清华畢業，你哪怕你上班，你在東二環，那都是國家部委，好多什麼中石化總部都在那兒，也有很多外企是吧？哪怕你在那兒上班，然后你通勤1小时，那通勤1小时你到哪兒了？你坐地鐵，你差不多到通州，北到了昌平，南到亦莊是吧？西邊差不多也到石景山，就1個小時之內。那在東二環上班，你是清華畢業的，那你10年你在通州買不起房嗎？不可能，我跟你說，通州的房子沒那麼貴，你就是60平的房子，也就是3萬1平，180萬，還好多房子到不了3萬，二手房。你看看這次樓市小陽春成交的老破小，還不是在通州，對不對？都在4環以內，老破小，甚至好多在3環，人家都是200萬、300萬。老破小學區房，所以說你如果這房子買不起嗎？你工作10年，清華畢業的應該能買不起，那就說明房價高了，要麼你就收入低了。那麼他第二個說讀書到底還有沒有什麼用？這是2件事是吧？讀書有沒有用？從目前來看，好像讀書沒什麼用，因為你考上大學，你找不到工作還是送外賣，你高中畢業也是送外賣，一樣的，不會因為你上了4年大學送外賣就能多賺一點。但是我們也不能說讀書就沒用，是吧？你現在上大學讀書是一個人的標配，就是但整個社會大家都在上大學，你沒上，那你就顯得那你就比別人差一點，這起跑線就不一樣了。所以說大學文憑本科這玩意兒是標配了，它已經不是你討論說要不要的問題。雖然你本科畢業找不到工作，但是你如果沒有本科畢業，那是你是更沒有機會。所以說讀書有沒有用？現在讀書還是有用的，不是叫有用，叫不讀書是不行的。讀了書也不一定行，我們應該得出這麼一個結論：不讀書肯定是不行的，但是讀了書也不一定行。只是現在我們讀書沒那麼卷了，是吧？現在上個本科也不需要太卷，2本。我記得去年廣東湛江什麼科技學院，你只要參加高考，你就能去上，那就是2本。但是你要上清華，你就得卷。最後我們再看一篇自媒體的文章，這個文章就更慘了，悲慘的故事。這個是6月8號，是要叫鄰居1萬3買的房子3000被法拍。我們小區的業主群嘆息了一整天，說業主群裡有個鄰居發了一條法拍房消息，點進去一看，還是我認識的鄰居。想想當年鄰居還在群裡熱鬧討論交房後怎麼裝修，我們甚至幾個人約着一起裝修，這樣買材料便宜點。但是後來他就安靜了，再後來就居然看到他的房子被法拍了。沒人知道他遇到了什麼難處，只是那法拍的房價太刺眼了。我們小區當年均價1萬多，鄰居買的還是樓王，算下來1平米1萬3左右，但是法拍的價格是3000起。雖然這幾年大家都知道我們小區房價腰斬了，但是誰也沒想到法拍的起拍價就是3000塊。你看他的房子從1萬3到3000，也就是把前面那個1字幹掉了。人家把零頭抹掉，他把前面抹掉，你說這叫什麼事？群裡瞬間安靜了幾秒，然後有人發了個流淚的表情，接着是第2個、第3個、第4個，沒人說話，只有表情包一個接一個，像在無聲地傳遞着什麼。有時候想一想，我們做錯了什麼？我們不是炒房客，不是投機者，不是那些想靠房子發財的人。當然有一些自稱科技新貴的，恐怕還是想通過房子發財，因為通過科技股硅基相關的賺錢還覺得慢了一點，而房子賺錢快。我們只是普通人，想在城裡有個落腳的地方，我們怕被時代拋棄，怕房價再漲就永遠買不起了，怕孩子沒有學區房上不了學，
那時候身邊所有人都在說買吧，再不買就買不起了，房價永遠漲。現在不買就是虧，房子是剛需，什麼時候買都不晚。我們相信了，我們掏空了自己，掏空了父母，背上了20年或者是30年的貸款，簽下了那張賣身契。我們以為這是給自己一個家，我們以為這是在給未來一個保障，我們以為只要夠努力夠拼命就能在這個城市站穩腳跟。可誰知道我們站上的不是岸，是山頂。1萬多一平買的，現在3000多，房子比貸款還值錢，每個月的房貸夠租2套同樣的房子，想賣賣不掉，想住住不起，想逃逃不了。我們真的没做錯什麼，只是在錯誤的時間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無比正確的決定。可錯了就是錯了，房子不會因為你可憐就漲回來，銀行不會因為你心酸就免了你的貸款，時代不會因為你後悔就給你重來一次的機會。那個法拍的鄰居也許只是撐不住了，也許是失業了，也許是家裡出事了，也許是實在湊不出那筆月供。他可能也掙扎過，也求助過，也想盡辦法撐過了一個又一個還款日，但最後還是撐不住了。法拍3000多，他当初花了1万多買的，這幾年的月供白還了，首付白交了，那個家也沒了。群裡後來有人發了條消息，別難過，我們只是運氣不好。是運氣不好，不是我們不努力，是我們努力的時候剛好趕上了最壞的時候。實際上這些說法都是還沒有說到核心，沒有抓住事物的本質。本質是你加了槓桿，就這麼簡單。即便是房價最高的2021年，對吧？如果你不加槓桿買房，它就是跌你也不在乎，加了槓桿你才會破產，你才會傾家蕩產。但是我們話又說回來，对不對？你全款買房，那不就是消費嗎？就像排隊買票，輪到我們的時候票賣完了，就像坐過山車，我們剛上去就開始往下衝。可我們能怪誰？怪時代，怪運氣，怪那個在售楼處催我們再不買就沒了的銷售，怪那個在飯桌上說現在不買以後更買不起的朋友，怪那個在朋友圈曬產證房產證配文終於上車的同事。怪不了誰，是我們自己做的決定，是我們自己簽的字，是我們自己選擇的這條路。但是現在有人勸，對不对？天天做節目，一天做一期，苦口婆心的在勸不要加槓桿買房，对吧？以消費的心態買房，但是還有科技新貴上來陰陽怪氣，這就是人性吶。群裡沉默了很久，有人發了一句話：房子沒了可以再買，人沒了就什麼都沒有了。這句話讓很多人破防了。有人回：是啊，活着就好。有人回：至少我們還健康。有人回：家人還在，日子還能過。我不知道那個法拍的鄰居現在在哪兒，也不知道他過得好不好，但我想他應該還在某個地方好好的活着，也許租了個小房子，也許換了份工作，也許每天還在為生活奔波。那肯定是沒有工作，有工作房子怎麼會法拍？有工作的房子是不會法拍的啊！你可以跟銀行談1個月少還一點，但至少他還活着，至少他不用再為那套房子焦慮了，至少他解脫了。沒有房子拍了不是解脫，所以很多人還低估了這個危害性，就很多人到現在還沒整明白，你這貸款一旦背上了，不是說你房子賣掉了你就沒事了，那是在美的。咱們這兒可不慣着你，房子賣掉了，如果你還欠銀行錢，還得追，怎麼還沒整明白？你欠銀行100萬，貸款還沒還，你那個房子一賣只剩40萬，那你還欠銀行60萬呢？你以為就不用給了是嗎？想的太簡單了。這科技新貴最好自己要多考慮考慮這個問題。我們這些還扛着的人還要繼續扛，房貸還要還，日子還要過，生活還要繼續。可有的時候想想，也許我們看錯了，房子不是家。家是那個無論你多晚回來都亮着燈的地方，是那個有人等你吃飯的地方，是那個你可以哭可以笑可以不用偽裝的地方。它可以在出租屋裡，可以在老家的小院裡，可以在任何一個有愛你的人的地方。它不在房產證上，在人心上。
這個說的挺好的。所謂的家，實際上在人心上，在你的心里，心安處才是家，是吧？你住着大平层，住着別墅，心不安，那叫什麼家？天天晚上怕人敲門把你帶走，要双規，那家就不是家，那就是牢房。那個法拍的鄰居，他的房子沒了，但他還有家人，還有朋友，還有未来。他失去的只是一堆鋼筋水泥，他擁有的是重新開始的機會。No， 不可能有重新開始的機会，所以還在抱有僥幸心理，還沒有認識到危害性，這是最大的問題。沒有破过產，不知道這破產多厲害。所以這個不是咱們危言聳聽，因為你的房子如果斷供了，你的貸款餘額還有200萬，但是你這個房子法院一拍賣只賣了100萬，那你還欠銀行100萬。而且我告訴你，你要到这份上，銀行會給你加很多罰息、律師費、訴訟費、執行費，這些加到一起，恐怕也有10%、20%，刀刀致命。你掙個10萬8萬的多難，送外賣1單2塊3塊的，但是你到那兒去，法院那兒，到了銀行，人家給你加點槓桿，那都是動不动就幾十萬的，一多就多幾十萬，腿都给你跑斷了。這就是借錢賣房。為什麼很多人房子賣不掉？借錢賣，他現在把銀行的按揭給還上，你買主給的錢把按揭還上的不夠，他自己還得往裡搭錢，那這才出現什麼把房子免費送給人家。在幾年前晚上到處就在吵，免費把房子送給你，你只要每個月還按揭就完了，房子變成負資產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